Hello，大家好。今日咧我就同大家分享下咧一啲嘢嘅。呢啲嘢係乜嘢咧？就係主要我哋嘅術數啊、法術啊、法科呢方面嘅嘢嘅分享嘅難處嘅。咁其實咧我因為講真從事咗呢行都幾十年。如果你話做一個行業做咗幾十年嘅話，點都有啲名氣啦。特別喺大陸，我個名氣唔需要講，百度會講俾你聽，我幾出名嘅。因為你搜索易隱言，咁啊已經知道出嚟嘅。包括而家好多個平台咁樣出名，其實唔係因為我點樣做到啲乜嘢，而係話我的確係喺中國唯一而家嚟講，都係可以咁樣講，係不斷喺度分享緊我自己對於術數、法科呢方面嘅嘢嘅第一人。因為我寫咗好多好多嘅文章，分享咗好多好多嘅嘢，咁樣咧，因為我大量出現喺公眾嘅面前啦，同埋我自己有自己嘅網站，包括到而家都好，我個網站咧係註冊喺香港嘅，所以我個網站響2000年開始做個網站，而家已經2025年啦，已經25年啦，個網站都係上邊已經係有我好多好多嘅文章，包括術數嘅，包括法術法科嘅，或者其他嘅都有嘅。咁歡迎大家去多啲睇我個網站啦。咁介紹下我個網站咧，叫易隱言感悟集，係講我自己嘅感悟嚇。咁樣咧就大家如果有興趣嘅話，都可以上我呢個網站去睇。而且上邊咧係簡體繁體轉換嘅，咁亦都方便咗台灣啦，即係港台啦，或者係東南亞嘅朋友，或者外國嘅朋友嘅英文就冇啦咁我哋主要對象都係華人、中國人。咁簡單咁講啦，就係話大家都知道，我今日能夠向外網呢度去講呢啲嘢，係因為我覺得我可以喺度暢所欲言，講乜都得。而且我講真，我個人係好愛國，我只係講我專業嘅嘢，我唔會談論其他嘅嘢咁樣嚟講。但係因為我都理解我哋個國家太大啦，咩人都有，佢好需要一個穩定嘅一種環境。咁國家有規定，即係唔係咁中意我哋大量去宣傳呢方面。雖然係可以學習，但係喺平台上講啲嘢咧，的確係有啲難度。咁我只能講盡量去分享啲文章，同埋拍啲視頻，喺我哋而家嘅例如抖音啊、小紅書啊，或者係公眾號啊，咁都有我大量嘅文章。咁咧，但係都係適可而止咁講。咁我覺得咧就係唔過癮嘅。咁我覺得我真係有好多嘢可以分享。咁我做咗個舉動，就係話喺上個月咧，我就親自落香港辦咗張卡，辦埋個銀行帳號，咁樣就註冊咗一啲帳號，咁樣嚟希望我自己多啲分享下我對於術數、法科、法術嘅嘢。而且好多嘢我可以講俾你聽，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嘅，因為我做嘅嘢係完全同人嘅諗法係唔同嘅。我覺得揾錢係好重要，但係揾錢只不過係順便嘅嘢嚟嘅啫，就唔係話你要從事呢方面去揾到咩錢。咁所以我就都係好專業咁樣去分享我一啲文章睇法。咁如果大家中意嘅話，可以關注下。正因為大陸係咁樣嘅情況，我哋都好尊重，所以好核心嘅嘢，我可能會向外網呢邊去多啲分享，因為呢邊係自由嘅。咁大家亦都好希望睇到一啲大家從來未見過嘅嘢，咁所以我就有意註冊咗呢啲帳號，就向外網呢度分享。咁基本上咧，我覺得外網咧，Facebook 啦、YouTube 啦、IG 啦，或者 Twitter 啦，呢幾個平台去分享啦。而且覺得其他冇咩好嘅平台，咁都 OK 啦。咁當然，如果大家係想同我交流嘅話，可以打我香港嘅電話，或者係 WhatsApp
嚟同我傾。咁當然啦，最好就係因為我人喺大陸，咁最好就係加我微信啦。咁即係傾起嚟會方便啲咯。大家如果或者有咩想法諗法，都可以直接打個電話，或者係向 WhatsApp 度，或者 Messenger， 或者係向Line 一個軟件，台灣嘅軟件係嘛？其實香港都得嘅，咁可以同我多啲去傾偈。咁今日就分享到呢度，多謝大家，我係